生力青啤 Fit and Firm 營下男女大選已經展開，星級教練周秀娜為10位參賽者打造咗一堂 Light and Free 健身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生力青啤 Light and Free 嘅健身教室。今日我會教大家點樣 Fit and Firm。今日星級教練會為大家示範4套動作。第一套動作，首先前後腳企直，後腳向下屈膝，同時雙手對角上下擺動健身球。第二套動作，將啤酒樽當做啞鈴，雙手垂直，然後手臂向上彎曲，再放低。第三套動作，雙手向前伸直，同身體成90度角，手心對手心，然後向兩邊水平伸展。第四套動作，前後腳企直，手背向上，單手提起啤酒樽。生力青啤 Light and Free， 必男必女，投我哋一票啦！耶！而家推入 Facebook 投選你心目中嘅 Fit 男 Fit 女，贏取決賽入場券2張，一齊投入低卡營下全城大晒。